这个字写错了，要用粗类擦掉重写哦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说粗类就是橡皮擦，粗类。哦，好，橡皮擦，橡皮擦。哦，我好像忘了带橡皮擦哎。亮亮，你的橡皮擦可以借我吗？橡皮擦？我没有橡皮擦哎。亮亮没有粗类，为什么啊？因为彩色笔用橡皮擦擦不掉啊。彩色笔，彩色笔，亮亮，我看看你的作业。啊，亮亮，你怎么用彩色笔写作业啊？对啊，用彩色笔写功课可以画很多颜色哎，看起来比较漂亮啊。那写错了怎么办啊？那就打一个叉叉，然后再重写就好啦。亮亮，小朋友写功课应该要用眼笔、铅笔，这样子写错了才可以用粗类把它擦掉重写，而不是像你一样在上面打了好多叉叉，作业看起来都乱七八糟的。就是说啊，点点，你可不可以借眼笔给亮亮呢？可以呀。太好了，那亮亮以后记得哦，写功课要用眼笔。眼笔、铅笔、眼笔、铅笔，粗类橡皮擦，粗类橡皮擦。亮亮，可以借我眼笔吗？因为我想要先用眼笔画，再用彩色笔画。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？因为如果画得不漂亮，可以用粗类把它擦掉，重画啊。哎呦，不用这么麻烦啦，只要像我一样，在画不好的地方打个叉叉，大家就知道那是画错的啊。像这样吗？眼笔、粗类，2句客家话你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张罗呀。